7月23日，運輸署宣布百度旗下北大嶼山機場島測試項目獲批無人駕駛測試，將在本月27日開展無人駕駛測試。這將是自2024年新的自動駕駛規管框架實施以來，香港首次在公開道路上實現車內無司機的自動車測試，是香港自動駕駛發展的重要里程碑，同時也是全球右舵市場中首次的無人駕駛自動車測試。自2024年11月成為首家在香港獲得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的企業，百度在港測試進展顯著，測試區域由最初的機場島逐漸拓展至北大嶼山、九龍東及港島南區，在2025年內實現多車同時運行、指定人員的載客測試、路段擴展及車速提升四大技術躍進。截至2026年5月底，在港安全行駛里程已超過24萬公里。機場島測試項目自今年2月以來，便以現有車上後備操作員及同時加上遙距後備操作員操作自動車，整體測試至今運作暢順，表現穩定安全。而運輸署亦持續監察和積極推動項目。是次運輸署批准全無人駕駛測試，顯示了百度自動駕駛技術的領先性。可惜配置全球右舵市場公開道路場景，